不去解释一下吗？这你让别人怎么想你啊？不解释，吃自己瓜的机会可不多啊。这边还是，但这里传的太离谱了吧？你心里可能很难受吧？这有啥难受的？又不是真的，而且这么离谱都能传开，我看他们跟看傻子一样的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爽。烦死了！爸妈又逼我相亲，说我不结婚就是给他们丢人。我们结不结婚关他们丢不丢人啥事儿？反正我不结婚，你爸妈不说你吗？说啊，说我没良心，说我不孝，但我才懒得管他们怎么想怎么闹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我去，你离职去摆摊啊？咋了？我也挺想去的，但是他们都说还能赚几个钱啊？这岗位多少人盯着，他还不知道珍惜。你别听他们说，没事儿，做事情不是需要别人认可才能行的。我没有全部靠 for you，我的爱全部靠 for